歡迎嚟到 InnoAI Team Up，我係 Beatrice。想用低成本吸客加快推廣可以點做呢？我哋今日邀請到 Petro 同我哋分享 AI 市場營銷嘅實際應用。我哋今日會分享一個案例，係一間美容健康產品嘅集團，由 B to B 轉做 B to C， 產品嘅功效咧就唔易展示，吸客成本亦都高。咁點樣可以提升佢哋嘅 ROI 啊？以前拍宣傳片要10幾萬，仲要等幾個星期。我哋用 AI 影片生成，加埋虛擬代言人，一日內出多片多語言，品牌一致，慳錢又慳時間。咁吸客方面又可以點做呢？咁我哋會用 AI 喺 IG 上面做分析啦，精準鎖定 KOL 同埋佢嘅競爭對手嘅 followers， 再用 AI 廣播信息功能，自動同佢嘅潛在客戶互動。每個 lead 嘅成本減低超過咗40%。咁我哋仲可以透過 Rico 嘅 InnoAI Hub 再去分析佢嘅客戶嘅特點，並且打造佢哋專屬嘅個人化信息去 send 翻俾客戶。咁對於企業嚟講咧，呢個係即時見到回報嘅投資喎。想知更加多 AI 嘅應用，記住留意下一集啦。